西醫養生震撼公開。通常我哋都係身體唔舒服先去睇醫生，醫生就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治療完就算。但係過唔耐又再病，咁樣周而復始。你有冇諗過點解會生病？人生一定有生老病死，但原來有方法可以逆轉疾病同老化，延長健康期同生命期。呢個方法就係西醫養生。西醫養生係用現代醫學刺激人體10大系統，啟動防禦機制，釋放保護因子，改善細胞環境，令身體更強壯。建議大家用全球首創嘅心健 RIC 血壓計，保護心血管系統；規律運動，強化肌肉骨骼系統；間歇性斷食，調理消化系統；間歇性限制飲水，優化腎臟同皮膚系統。持續1年，你就會感受到健康嘅改變。記住要持之以恆啊！所以西醫養生可以防病養生、輔助醫療、模擬運動、提升體能、延長健康期及生命期。你想了解嗎？記得關注訂閱西醫養生頻道。醫病也要醫健康，兩者同樣重要。大家都相信西醫養生及 RIC 血壓計可以養生嗎？趕快購買一台新健 RIC 血壓計，天天養生吧！記得要掃 QR code。謝謝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李應少醫師，我們下次見。